是真罕咧看的画面，这是有警察人员，也佫有消防人员穿警察衫、穿制服参加宗教的活动，佫在跳舞，引起话题。网络流传这段影片，算差不多20外个消防人员，也佫有警察带领，伫咧这场佛教活动的会场唱歌跳舞，佫在拜佛。因身躯穿的拢是制服，其中徛伫咧上界中央的是警察大学的职员徐国凤，嘛算是大粒女的警察。因为跳舞的动作真合拍，引起到一寡民众感觉安尼无妥当。落尾警察大学嘛发声明，讲这是因信仰的自由。10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消防员徛伫中央，先双手合掌，刷内底音乐开始跳舞。望年拜，望年跪，大家表情拢真严肃，毋过动作煞敢若多位怪怪，佮比亲像伫网架战队内底合体动作出来，啊边仔做观众的现象嘛坐伫椅仔顶缀因跳。上中就是带队警官红查出来，伊其实是警大3线1轻的组长徐国凤，目前是负责青年社的指导老师。这段4分29秒的礼佛影片，红播上网络了后，引起真侪民众注意。有人质疑讲，警务人员穿警察的衫参加宗教活动，是毋是有小可伤超过啊？警政署嘛发声明回应，讲尊重警察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，虽望无违反规定，不过警察的衫是国家公权力的表现，所以也是爱较谨慎的，赶紧出面驳回，就惊因为一块舞造成民众无好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